馬可福音第11章第23節，我實在告訴你們，無論何人對這座山說：你拿開此地，投在海裏，他若心裏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說的必成，就必給他成了。咁呢個咪就係點解受膏者同唔係受膏者係冇得比嘅？即係一個普通人係永世都追唔到個受膏者嘅。因為人哋起步點啊，已經係你嘅巔峰啦，已經咁樣啦。但係最瘋狂就係嗰個佢起步點係你嘅巔峰，但係佢嘅巔峰世界仲未存在嘅，即係世界仲未存在呢種做嘢法嘅咁樣。即係等於我分享成間教會嘅體制，每一樣嘢世界都未存在過石安呢種體制。譬如我拎起關於趙鏞基嘅成功嘅家庭小組呢本書，睇完之後我發覺咦，唔能夠佢淨係有 A 家族佢咁搞法。年年都將羅馬書講一次，咁你講到第3年，你嗰個家族負責人搞成點啊？咁你講到第10年呢？你講到第20年呢？都係將你重講又重講，即係咁都得嘅，咁咪 offend 啦。即係你一個你本來好第一次聽好珍惜嘅羅馬書呢，到你係度帶家聚嘅話，或者你跟住轉咗幾次家聚嘅話咧，你年年都聽翻嗰篇呢，就等於年年父親節聽翻嗰篇一樣。咁呢個知佢唔會考慮人哋嘅，佢唔會嘅。咁呢個就證明佢根本就唔係咁樣看顧自己嘅心，佢唔係咁照顧自己嘅心，佢自己仲厭惡過你嘅應該，係咪？即係等於做嗰行厭嗰行，聽過未啊？做嗰行厭嗰行，等於你係歌手，你唱自己所謂成名之作，係咪？我相信當摩自己都好厭唱 God Will Make a Way 嘅，但係為咗揾食嘅時候佢先唱啫嘛。你明唔明啊？嗱，你點可能有30倍、60倍、100倍先？你點睇嗰段聖經㗎？呢啲人，佢哋點理解嗰章聖經㗎？即係馬太福音第13章，係咪？你要幾合眼先至理解？但係我一睇就已經知道係咁，然後我幫你咁做啦。我除咗講咗個編導之外咧，其實咁多年當中我冇干犯過裏邊個原則㗎。但係呢種唔干犯原則當中，我出道已經識得為自己做啦。但係而家舉世究竟有幾多教會識啊？係嘛？所以你永遠係追唔到受膏者，係永遠你只能夠去欣賞受膏者，去服侍受膏者，你先至從佢執行嗰度。記住，神恩膏去執行嗰樣嘢，原因就係 review 佢呢個性格係做呢樣嘢嘅時候係會咁做，佢會有呢種善行，所以你就要做翻佢呢個善行，而使到你成為好似佢咁嘅一個善人。但係你唔好 offend 咗，你 offend 咗之後咧，你得白做嘅啫，你唔會有百倍咯，因為你個心一定要願作咁先得。無論奉獻，無論侍奉咁樣咯，所以約書亞就因為願作摩西嗰樣嘢，佢一定唔會同摩西一樣性格，唔會嘅。但係佢嬲尾願作願服侍，佢慢慢佢嘅 personality 轉咗，因為就如我所講啦，佢既然係摩西係善人，佢因為善人所以有善行，但係你唔係善人，你做咗嘅善行做得耐，你就似啊好似摩西嘅嗰種善咯，係直係摩西嗰種善。因為你係見到摩西做嘅嗰類型嘅善行，譬如好似我係智慧，我智慧同普通人智慧唔同噶，我建立教會嘅智慧同任何出邊所謂嘅教會都唔同噶，所以你因為做我嘅 application， 實際上你攞到嘅係我呢一類嘅智慧，唔係出邊教會嘅智慧噶，所以無論善啦、喜樂啦、幽默啦、智慧啦、明白啦，其實個個都唔同噶。但係問題，神恩膏嗰個受膏者就係想佢呢類嘅智慧去 review 出嚟，成為一個 monument，等之後千百年人去學啊嘛。咁個恩膏其實就係咁樣，所以恩膏從來唔係為咗應付同埋解決嗰個時代嘅問題，因為嗰個時代嘅問題係為受膏者製造出嚟嘅。調翻轉，如果你諗下，會唔會神為咗製造一個1500年嘅信仰？佢為摩西製造咗埃及呢個問題出嚟啦。調翻轉，摩西成件事存在根本就唔係為咗埃及呢件事，因為調翻轉埃及呢件事係為咗摩西製造出嚟嘅，係咪？因為神根本唔係為咗用幾年解決嗰件事啊，佢係為咗解決呢件事嘅時候製造一個1500年嘅信仰。咁啱佢哋又要出埃及，所以有逾節喎，咁啱嘅喎，咁樣係咪？啊，個個睇嘅時候都係覺得係咁啱嘅喎。甚至以色列都係咁嘅喎，
但係當逾越節應咗呢個無罪羔羊嘅時候，佢突然間發現咧，當日摩西出埃及唔係咁啱嘅。其實打從一開始就唔係嘅，所以你見每個時代嘅問題根本就係為咗受膏者而產生，所以你先見到好似錫安咁，全世界圍繞住我哋轉噶嘛，係因為 reveal 我嘅性格啫嘛，reveal 我神最欣賞呢個時代出世嘅我嘅，會信咗主之後會有神嘅 personality 啫嘛，其實應該咁睇啊嘛，即係當你睇受膏者，係咪啊？馬可福音第11章第23節，我實在告訴你們，無論何人對這座山說：你拿開此地，投在海裏，他若心裏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說的必成，就必給他成了。曾尋覓永生方向，常祈願榮辱不可困咗心腸，一福一利別了去還理想。如我遇見你光芒照亮，心眼視野更清澈，心境界擴張。願隨風立紀念悲篇創里程，各樣共同信息結伴，譜出傳奇印證。闖過了主線，再越過極限困境，心專注仰望榮譽美景，堅守你的真確情，然成功跨勝。